爱食夜市，食夜市真趣味，因为夜市啊小食唔呐好食，话题嘛引起人注意。台北内湖737商圈办一个咸甜料理对决的比赛，特别找土耳其也有韩国的 YouTuber， 也就是网络主持人来翕影片，小解在地点心，刷来互7000外的民众伫咧网络投票，看什么人的点心上解大碟。 牛肉炒好色，加上煎过软壳金马，佮浇起司酱料，创新的挂包完成。还佮有这边伫现真的面糕顶的抹土豆酱、乌麻目干啊，用免钱的同款。传统的米粉蒸3分钟蒸好，7000人网络票选，来学737商圈甜的佮咸的料理大 PK。咸的胜出。 因为拢是本地人才开的商圈，透过网络宣传，即马外国游客尚无加一成。这回商圈找2个外国的 YouTuber 来食台湾在地的料理，希望会当互更加侪人看到。Number one， 台湾 Number one， 老板没有夸张，他们的语言真的很好吃。甜的米粉蒸加2个，佮现派果汁，互阿多啊食完一直饿了。啊，今年摕到冠军的年代咸的点心，嘛真受韩国人的欢迎。 진짜 맛있어요. 오, 너무 맛있다. 그리고 안에 치즈짱이 들어가 있어서 진짜 햄버거 같아. 햄버거. 商圈杀创新料理拼人气，这几年嘛有业者杀素食夜市出来，素食的香到塔可亚去甲卤味，全台湾走透透，因拢伫人面册公布夜市出现的地点，想要食搁来拄运气，巡回摆档的方式，唔那啥各地食菜的人去交关，含无食菜的人嘛拢真想要去食看卖。餐饮业竞争甲真厉害，唔那物件爱好食，搁爱有创意，才会当引起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